高雄有一个姓涂的警察，伊是甲6个报案的女性来偷翕相片，而且佮用 AI 去做性影像。这市警局是甲记2支代个开除，啊那检方也正加起诉，建请法院甲重判3重半。 高雄3名1分局一名姓涂的查甫员警，去年9月被逼出利用职务上的利便，对女性的报案人偷翕相片。分局虽甲人记过调职，也报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检方调查，姓涂的员警对1812年7月起，透过处理非道路交通事故甲手机无去等案件的机会，找借口讲要检查详细，也是搜证，偷翕被害人的现卡嘛甲贵人卡，甚至佫走去找被害人，爱其烫衫穿少少好翕，尾手佫甲这相片透过 AI 解读。 拢总有6名受害者，检方27侦结，按照违反告知法起诉，求刑3年6个月。本署检察官认为，这个远景设有这个利用公务上的这个权利去不当的收集个人资料，以及不当的利用个人资料设有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部分依法予以起诉。 去年逼出偷翕的代志了后，姓涂的警察就封调去警备队加强管理考核，不止个外界质疑，为什么无随甲人开除？对此，高雄市警局表示，正因为案件还佫伫咧调查，因此是先记过调职，而且检方起诉了后，伊嘛遂做出定处。涂员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情节重大，且严重影响警誉，本局即刻予以1次记2大过免职，断然淘汰。 检方强调，已经把姓涂警察的手机甲相关的电子设备拢送去做数位监视，目前无发现相片有流出去的情形。身为员警，竟然做出这款的代志，检方除了建请法院加重刑责，重判有期徒刑3年半以外，也并可罚金30万。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